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开始平安。今天的共读，我们要请卢山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祝福、帮助我们今天一天，让我们今天一天我们都平安，我们都健康。我们再一次的要来感谢神，因为你聚集了我们众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愿意回应给神的祝福。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我们一起用读经祷告，一起在这边学习，一起在这边聆听神的教导。也愿神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这半个钟头单单属于你，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面的承办，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心用灵，我们来领受，也来来体验神要对我们所要赐下给我们的你的智慧。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恭敬的仰望你，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要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要和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首先就是如果你要带领300个人一起敬拜，你会怎么安排？那在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用乐团、用诗班、用敬拜赞美的方式，但是这些的乐器大概就只有在台上呈现的是这样的乐器歌手，然后透过麦克风音响的方式来敬拜神。那如果要带领300个人都要上台，或是专门来敬拜，或是只有台下的会众，那我们会怎么样来进行呢？那我们可能会用百人诗班，或是用合唱的方式、弦乐器的方式来敬拜、来赞美。那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如何来挑选出将近300人，来成为专门的敬拜的团队。那其实我们昨天看到的并不止这一些人，但是大卫他要训练这么多的人，这表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我们在今天要100个人上台敬拜、唱诗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在3000年前。昨天的经文我们读到的是历代志上的24章，讲到从24章到26章结束，这3章讲到大卫他透过设立祭司的服事，还有设立利未人的服事，让祭司有分24的班次来献祭，来做祭司的工作，而利未人同样也按照他们的子孙后代，利未的3个儿子的后代来分班次。而今天特别会关注的就是关于在圣殿当中的圣乐音乐的服事人员所以今天我们读的25章前面1到7节是讲到音乐侍奉的利未人，而后面第9节第8节一直到31节结束，所讲的就是按照抽签来划分音乐侍奉的班次好，那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的经节那我们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先读历代志上25章的第1节到第7节。25章第1节，大卫王和利未人的领袖分派亚萨、希曼、耶杜顿3个利未宗族主持礼拜的事。他们唱出上帝的信息，用竖琴、七弦琴和摇拔伴奏。以下是备选主持礼拜事宜的人的名单，并附各族所担任职务的类别。亚萨的4个儿子萨克、约瑟、尼探雅、亚萨利拉归亚萨指导。亚萨遵照王的命令，唱出上帝的信息。耶杜顿的6个儿子基大利、希利、亚瑟亚、示美、哈萨比亚、马他提亚，在父亲指导下唱出上帝的信息，有竖琴伴奏，向上主唱颂赞和感谢的诗歌。希曼有14个儿子，他们是五基亚、马探雅、乌薛、示布叶、耶利摩、哈拿尼、以利亚他、基大利提、罗曼提、以谢、约斯比加萨、马罗提、何提、马哈秀。上帝照着他的许诺赐给王的先知希曼这14个儿子，
又有3个女儿，使希曼有权力。希曼的儿子们在他指导下弹奏竖琴、七弦琴和摇拔，配合着圣殿的礼拜。亚萨、耶杜顿和希曼都听命于主。这24个人都是专家，而他们的同胞利未人也是受过训练的音乐家，一共有288人。好，谢谢。好，那今天这段当中的经文，我们可以对照的是历代志上的第6章哦。在历代志上第6章也讲到了利未这3个儿子哥顺、哥辖、米拉利。然后在这些圣殿歌手当中，6章的31节到48节，所以在6章的31节就讲到，这是约柜迁到耶路撒冷以后，大卫王派人在上主殿中负责音乐的事，而且这些人是在所罗门王没有建造圣殿的那段期间，他们就在上主的圣幕轮流任职哦。所以这些人呢，虽然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侍奉。那这也是在利未记当中所没有提到的，就是利未人他们是在会幕当中的服侍侍奉，祭司一起工作，但是里面却没有提到关于乐器音乐的侍奉，倒是到了大卫迎接约柜，开始加入了音乐的侍奉，并且还分按班次从利未人当中来挑选，让他们有各样音乐的才能。那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他们第25章的第1节提到说，他们要唱出上主的信息哦。那这句话呢，在和本翻成是他们要唱歌，但是唱歌的这句的原文是要说预言哦，说预言，说预言，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就把这2个字结合，叫做唱出上主的信息。不晓得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是只有唱歌词，或是只有看荧幕，还是我们能够唱出上主的信息，就是把上帝的话唱出来。我们今天所唱的圣诗，这些圣诗都是经过200-300年、400-500年这样子的流传下来，里面的歌词虽然经过翻译，但是这些歌词都是千锤百炼，都是非常的优美，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唱出上帝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做礼拜唱回应的圣诗或是回应的诗歌，这些歌词呢都在帮助我们，好像是这些利未人一样，是又唱歌又说预言，就是唱出上帝的信息。同时呢，这些利未人在这亚萨、希曼、耶杜顿3个宗族的带领下，用竖琴、七弦琴、劳拔伴奏，所以用各样的乐器。同时呢，他们都要遵照王的命令。这个讲说王就是谁呢？不是所罗门王，而是大卫王哦。所以虽然大卫王这时候年纪已经老了，但是呢，他仍然要求这些利未人很严格，要唱出。所以第2节后面又再讲一次唱歌，所以他继续用这个翻译，就是唱出上帝的信息。所以大卫要求不只是诗歌的旋律，也要求这些诗歌的歌词内容。所以我们要对照就是诗篇。所以这里讲到了亚萨，亚萨是谁呢？亚萨我们在第6章39节有讲到他，而他同时也是诗篇50篇还有73篇到83篇的作者。所以亚萨我们如果去搜寻圣经，可以从历代志上开始看到，第6章开始看到亚萨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历代志上第6章我们有讲到亚萨，他可以追溯到亚当他是亚当的第37代。而这个亚萨呢，他的事迹记载在历代志上，然后呢也记载到历代志下都有记载亚萨的事迹，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继续提到亚萨。那甚至在诗篇里面提到的50篇第1节亚萨的诗，73篇开始呢，就是第3卷的开始，从第3卷诗篇第3卷从73篇到89篇，从73、74、75、76、77、78、79、80、81、82，然后到83篇这里全部都是亚萨诗篇。所以诗篇的第3卷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亚萨的诗歌。所以我们讲到说，唱出上主的信息，不是只有唱出音乐、唱出歌声，还要唱出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去对照的是诗篇73篇到83篇，还有诗篇的50篇，
都是亚萨他如何唱出上主的信息，而且是按照王的吩咐啊。那另外呢，我们先看西曼，西曼是谁呢？好，西曼，好，虽然从创世纪就出现这个名字，好，但是这个西曼不是西曼呢，好，西曼的出现是从历代志上63章，那西曼呢是从亚当算下来第44代啊，刚才亚萨是37代，所以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利未人，但是如果按照族谱来算呢，他们中间差了7代啊，差了7代，而在历代志上的第6章，这里讲到。这个西曼他是被排在第1班呢，被排在第1班，而且呢他是站在中间的地方啊，好，站在中间的地方，好，那所以他是一个扮演重要的位置，好，但是这个西曼我们也看一下，从历代志上的第6章、第15章，好，然后16章，今天读的25章，好，都继续讲到西曼。然后到历代志下第5章，甚至到历代志下要结束的29章、35章，都继续在讲到西曼了。所以西曼呢，他虽然按照辈分来讲他是最年轻的，但是呢，他也是很有才能，而且被排在第1班。那甚至有一首西曼的诗篇，这是可拉的后裔哦，那是在诗篇的88篇，诗篇的88篇。那最后一位就是这个耶杜顿。耶杜顿呢，我们之前有提到，他是在历代志上的第6章，好，也有提到。但是我们那时候耶杜顿他有2个，他又叫做以探。那在历代志里面有2个以探，一个是属于亚当的28代，一个是属于亚当的36代。好，所以耶杜顿呢，应该不可能在28代那么早，所以应该是在后面那个36顿。那关于耶杜顿呢，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他的记载，从历代志上的16章开始。25章，还有历代志下的29章、35章，尼希米记，然后接下来诗篇的32篇、诗篇的62篇、诗篇的77篇，都是亚萨的诗，然后呢，或是大卫的诗，然后交给圣友团长耶杜顿，或是大卫是按照耶杜顿的题材交给圣友团长，亚萨诗照耶杜顿的题材交给圣友团长。所以耶杜顿他的音乐造诣很高。那耶杜顿那在历代之中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探，所以历代志上也讲到这个以探。所以以探当中呢，有一首诗篇是89篇。那怎么知道以探就是耶杜顿呢？因为在这些经文，历代志上16章、15章、16章、25章我们刚才看过，还有历代志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耶杜顿的就是以探就是耶杜顿，那就是属于米拉利族的利未的第3个儿子。那他跟亚萨西曼这3个人呢，所以亚萨西曼耶杜顿或是亚萨西曼以探，就是指这3位，就是利未的3个儿子的3个宗族的后代都很重要，很均匀平分的在圣殿当中音乐的服事，从大卫那个年代开始那这个耶杜顿，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有6个儿子，刚才有读过，他有6个儿子，所以耶杜顿他的全家呢，都学习唱歌敬拜，甚至在历代志下的第5章，就是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呢，这里有提到，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经自洁，不分班来供职，他们本来要分班，但是在献圣殿那一天，大家不分班，大家全部出场。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这3个同时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祭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在吹号，吹号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感谢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长存。那时候圣殿的有云充满，祭司不能站立就是上帝的荣耀非常的重到大家没有办法站稳，所以耶和华荣耀荣光充满了上帝的殿，这在历代志下第5章。所以我们很快就会读到历代志下。所以这3个人呢，亚萨以探亚萨西曼耶杜顿呢，他们都是按照王的命令来组成这些的
诗班，并且要唱出上帝的信息，要用诗歌，要不仅是用音乐，也要用文字，像先知一样说预言，而这些呢，在我们圣经当中都被保存下来。好，那希曼呢，他有14个儿子哦，所以希曼的14个儿子呢，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14个儿子加上3个女儿，所以14+7使希曼有权利啊。好，那这个翻译在和本翻成，他们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那所以对不起，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吹角颂赞啊。所以希曼呢是借着他有这些的儿女们，而希曼也带着他的儿女们，所以上帝重用他，好让他能够唱出上帝的预言啊，就是上帝的信息，然后让希曼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希曼是排在第一班。好，所以刚才第7节讲到说，这样加起来4个儿子、6个儿子、14个儿子，加起来刚好是24个儿子。好，利未的3个后裔加起来24个儿子，他们就要抽签来分成24个班次。这24个班次呢，应该不是24小时1小时1班，但是他的服事的频率多少，在圣经没有写。但是可能至少一天，可能要1到3次的这个敬拜，然后就要轮班次。所以这些利未人虽然他们都不用上班，不用出去工作耕田，但是他们要写诗歌，他们要练习音乐，他们要用诗歌颂赞，用乐器来赞美神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后面的第8节到第31节。不过我们现在中译本的写法很短，所以只有短短的几节。再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这些人第8节，这些人无论年轻、年长、专家或初学的，一律用抽签决定所担任的职务。这288人根据家族分成24组，每组12人，由一个组长管理。以下是他们任职时的次序：1. 亚萨家族的约瑟；2. 基大利；3. 萨克；4. 希利；5. 尼探雅；6. 布基亚；7. 亚萨利拉。8. 耶瑟雅；9. 马探雅；10. 示美；11. 乌薛；12. 哈沙比亚；13. 细布叶；14. 马他提亚；15. 耶利摩；16. 哈拿尼亚；17. 约斯比加萨；18. 哈拿尼；19. 马罗提；20. 以利亚他；21. 何提；22. 基大利提；23. 马哈秀；24. 罗曼提以谢。好，谢谢。好，那所以我们读完了9到31节哦。好，那只有现在这一本的写法很聪明哦，它没有像和本把它写的那么长。好，因为它的写法就是这288人是根据这24个儿子分成了24组，每组12人，然后每一组都有一个组长在管理，所以12乘以24就是288，然后这288人当中就是要分班次。所以一开始问大家，如果我们要来带领300个人专门来服侍，要怎么样来分配他们？那大卫的分法就是24，然后乘以12，24组，每组都有12个人，这12个人他们就是要轮值，那用抽签的方式。这样抽签方式让我们想到昨天的24章也是祭司的后代亚伦4个儿子，前面2个死掉之后，剩下后面2个儿子，这2个儿子分成2大的家族，就是有16个跟8个，加起来也是24个，所以这24个也是用公平抽签的方式分成24个班次，用做祭司的服事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大卫他很看重音乐的服事，因为他本身受到音乐很大的启发，而且他也从小就学习用音乐来服事，甚至来服事他的老板扫罗王。而大卫他也设立了一个新的敬拜的方式，就是在利未记当中、出埃及记当中没有提到的，就是用音乐还有用歌唱。而除了音乐歌唱之外，这里又加上大卫要求要这些的诗班要写出优美的诗歌词，好像先知一样，所以他们必须要先去读神的话，他们必须要先去揣摩，他们必须要先去经历，他们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意境啊。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有50篇、73到83、39篇、62篇、77篇、88篇、89篇，好，这么多的诗篇当中，当我们有机会去读的时候，可以去咀嚼、去消化。好，当时他们在写这些诗篇当中，他们如何要交到王的面前，或是大卫写出来之后，他们要怎么样把这些的诗歌变成旋律啊？好，所以写歌也是一种恩赐，好，写歌词也是一种恩赐，而这两样的恩赐结合起来，好，它就成为一首信息。所以有时候牧师讲到，不如唱一首诗歌，一首诗歌能够带给人的感动启发，或许比一篇讲道篇还要更能够影响，而且更能够流传。一个讲道篇讲得再好，它也没有办法流传10年、100年。但是一首诗歌写得好，它可以唱了200年、300年。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音乐的服事和音乐的侍奉。那这些利未3个儿子的后代，就是亚萨、西曼和耶杜顿。他们呢，虽然每一个班次都是12个人，这张图已经超过12个人，所以但是大概是类似像这样，他们要学会唱歌，他们要学会乐器。而亚萨，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收集者。他的4个儿子的名字是留意耶和华以增添，耶和华所赐，神所持守的。而耶杜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赞美。所以他的6个儿子里面，耶和华是伟大的，建造，耶和华以拯救。特别老三耶塞亚就是以赛亚，是同一个字，只是为了区分，把它翻成耶塞亚。还有耶和华以思量，耶和华的礼物，示每是著名的。那这是耶杜顿。另外第3个宗族呢是西曼，14个儿子，这个字比较少，但是这14个儿子的名字呢很有趣。耶和华以净空的礼物，我的力量，神的俘虏，他是至高者，神以眷顾优雅的，神已经来了。我尊神为大，我已遵从那位帮助者。我身处困境，我已发出丰富和异象。好，所以这些名字加起来14个名字，可以串成一首诗歌。有人说，西曼这14个儿子加上3个女儿，他们的名字呢，就可以写成一首诗了。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少子化生的少，但是如果我们生的多的话，每个儿子呢都可以取一个名字。好，其实这些名字串联起来也是一个赞美，也是一个颂赞哦。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的。所以在这些利未人当中，他们不仅是自己，也要带领他们下一代。说我们在前天看到大卫把这个30岁的利未人降到20岁，所以他们甚至在15岁、在12岁、在10岁都要跟着他们的爸爸、跟着他们叔叔、跟着他们的阿公，都要一起学习唱歌，一起学习拿乐器，一起学习用音乐来侍奉。所以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就是历代志下1到5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小孩子过了数年之后，他们就能够站在所罗门建好的殿的前面来颂赞，然后他们能够把这样的荣耀赞美神，甚至圣殿就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然后这个荣耀呢是大到连这个所有的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服侍因为这些的歌声、音乐乐器的声音充满了赞美，上帝的荣光有云充满了。所以这些的利未人他们的训练养成是非常的重要的。而即便他们从年轻到年老，那圣经是说他们工作到50岁，那在大卫的这些利未人当中可以工作到几岁不晓得，利未记是工作到50岁，但是他们都是终身在服侍，终身都在颂赞。所以我们在长老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说长老教会就是一个爱因西也告回喜欢唱诗歌的教会但今天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已经比较少唱圣诗，我们喜欢唱敬拜赞美，敬拜赞美也很能够感动人，但是有时候敬拜赞美的歌词也要很注意，我们所挑选的诗歌，所用的这些诗歌是不是能够符合圣经，是不是能够显出我们对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能够显出上帝的救恩，甚至是不是能够成为一篇的信息，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学习。否则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上帝的救恩信息浓缩简化，然后呢就让我们对上帝的救恩也简化。但是我们从顺诗当中，从诗篇当中，从圣经当中，这些先知、这些利未人、这些音乐服侍的人员，他们的诗篇当中，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也盼望从今天的这篇信息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次唱歌，每次的敬拜，不论是用乐器，弹出上帝的信息，吹出上帝的信息，唱出上帝的信息，不论是唱歌也好，不论是讲道也好，都是像是先知一样的职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看见利未人的服事，除了用音乐、用乐器，他们也要写歌，也要来唱歌。而在唱歌的当中重点是要唱出心中的对上帝要诉说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用好的诗歌，用优美的音乐来唱出我们心中要对上帝诉说的话，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继续的唱歌，继续的创作，继续的写歌，来赞美你，来颂赞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音乐的服事上面需要预备，我们也需要专职，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rehearsal 能够让所有的音乐能够来荣耀上帝，来赞美你的名。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拜拜。谢谢老师，拜拜。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安。